今日同大家睇樂橋樓嘅360尺單位設計。戶主夫婦同13歲女兒同住，由於單位面積有限，希望提升屋內儲物空間，客人就揀咗 Priceriser 為創造家嘅訂造家私方案，利用間房組合櫃配合房間地台，慳位之餘，同時增加儲物空間。設計師以淺木色同白色為主調，選擇簡約日系風，打造全屋一體化風格。玄關設有卡座，出入換鞋方便舒服。卡座一物兩用，儲物格仲可以存放雜物，慳位又實用。玄關組合櫃運用全高身設計，完美運用垂直空間，提高收納效率。玄關櫃混合玻璃同開放式設計，充滿時尚感，同時增加展示用途。設計師了解到戶主重視一家人嘅食飯時光，組合櫃配合隱藏式拉台，可以靈活配合需要，隨時拉出或者收起，方便調整空間用途。客製化電視櫃根據戶主嘅儲物習慣度身打造，櫃身採用圓角設計，亦有效減低碰撞風險。戶主夫婦重視女兒嘅私人空間，特別將屋內採光最好、空間最大嘅房間留俾女兒。上下床搭配地台家私，充分利用空間。設計師亦善用每寸空間打造樓梯櫃，收納同時可以當埋樓梯用。睡床角位貼心嘅圓角設計，防止碰撞，從而增加安全度。訂製間房櫃分隔女兒睡房同主人房，提供雙面收納空間。一部分儲物空間留俾女兒使用，另一部分則分俾戶主兩夫婦使用。設計師亦都利用房間嘅轉角位，善用窗邊位置打造書台，讓女兒學習時有充足透光及通風，打造舒適學習空間。而主人房以多功能間房櫃分隔，採用門牆櫃一體設計，唔單止省卻牆磚厚度及工程費用，亦都齊備間房、儲物、展示三大功能，實用又慳位啊！客製化間房櫃設計，上層玻璃飾櫃方便戶主展示收藏品，而下層趟門緩衝路軌設計就可以防止夾手。透明窗設計增強室內光線同空氣流通，間房櫃亦加設透氣窗，保持通風透光。主人房採用訂造地台家私，儲物格大大增加收納空間，滿足儲物需要。房內增設全高衣櫃，方便擺放日常衣物。設計師善用地台下方空間，巧妙打造掛衣區。廚房吊櫃提供大量儲物空間，保持廚房整潔有序。同時，櫥櫃預留位置放置洗衣機，將空間物盡其用。